今次為大家介紹嘅地方係長江。今次將會以長江之美、長江之源、長江嘅流經之地、長江嘅作用同埋保護長江，讓大家認識長江。首先係第一部分，長江之美。壯麗景色，浩渺嘅長江之水宛如一條巨龍，遠停在中國大地上。江水波光粼粼，浩渺無際，喺晨曦或夕陽嘅映照下，展現出不同嘅色彩同埋韻味。乘一葉扁舟，泛舟江上，感受嗰份寧靜同埋壯闊，令人心曠神怡。長江兩岸峽谷眾多，壁立千仞，氣勢宏偉。呢一啲嘅峽谷唔單止係自然嘅傑作，更係歷史嘅見證者。行走喺峽谷之間，仰望峭壁，俯瞰江水，彷彿能聽到歷史嘅回音，感受到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長江嘅岸線綿延數千公里，從青藏高原到東海之濱，每一處都散發住獨有嘅魅力。岸線旁，城市與鄉村嘅交織，人民與自然相融，構成咗一幅幅生動嘅畫卷。漫步喺岸線上，可以領略到不同地域嘅風土人情同埋自然風光。長江嘅日出美得令人心醉。當第一縷陽光穿透雲層，灑喺江面上嘅時候，整個世界彷彿都被點亮咗。金色嘅陽光與江水交相輝映，形成咗一片絢爛嘅景象。呢個時候站喺江邊靜靜欣賞日出，心靈會得到極大嘅滿足同埋寧靜。豐富生物，江豚係長江裏邊嘅珍稀水生哺乳動物。佢哋體態圓潤，性情溫順，深受人們嘅喜愛。喺長江裏邊，江豚常常躍出水面，好開心咁樣嬉戲，為呢一片嘅水域增添咗幾分嘅生機同埋活力。保護江豚就係保護長江嘅生態環境。長江裏邊生活住好多珍稀嘅魚類，例如中華鱘、達氏鱘等等。呢啲嘅魚類唔單止係長江生物多樣性嘅重要組成部分，亦都係研究生物進化嘅寶貴資源。然而，由於過度嘅捕撈同埋水質污染等等，呢一啲嘅珍稀魚類嘅數量正在急劇咁樣減少，保護佢哋刻不容緩。長江兩岸水鳥眾多，白鷺、鸕鶿等等嘅水鳥喺江面上翩翩起舞。佢哋或低飛捕食，或者高歌鳴叫，都為長江增添咗幾分嘅靈動同埋生機。呢啲嘅水鳥存在，亦都反映咗長江生態環境嘅良好狀態。長江沿岸生長住好多奇妙嘅植物，呢啲植物都具有極高嘅觀賞價值，有啲仲具有藥用價值。佢哋唔單止美化咗長江兩岸嘅環境，亦都為當地嘅居民提供咗豐富嘅自然資源。保護呢啲植物就係保護長江嘅生物多樣性。第二部分，長江之源。探尋源頭。唐古拉山脈作為長江嘅發源地，橫行喺青藏高原腹地，平均海拔超過5000米。呢度嘅雪峰連綿，氣勢磅礴，係探尋長江之源嘅必經之地。山脈中嘅格拉丹東雪峰更係長江正源沱沱河嘅發源地，被譽為萬河之源。長江嘅源頭之水主要嚟自唐古拉山脈嘅冰川融水，隨住季節嘅變換，冰川融水匯聚成涓涓細流，逐漸形成湍急嘅河流。呢啲融水不僅滋養咗長江，亦為青藏高原嘅生態環境提供咗重要嘅水源保障。長江源頭所在嘅青藏高原風光壯麗，景色宜人。呢度嘅天空湛藍，雲朵飄逸，草原廣闊，牛羊成群。探尋長江之源不僅係一次對自然奇觀嘅親身體驗，更係一次對心靈嘅洗禮同埋昇華。
從唐古拉山脈嘅冰川融水開始，長江嘅源頭之水踏上咗漫長嘅旅程。佢哋穿過峽谷，穿過平原，最終匯入東海。呢一個過程，長江滋養咗無數嘅生命，孕育咗璀璨嘅中華文明，成為中華民族嘅母親河。第三部分係長江嘅流經之地。長江途經多個省份，主要嘅有青海、四川、雲南、湖北、湖南等等。長江途經多個重要嘅城市，例如重慶係長江上游嘅重要城市，被譽為山城霧都。長江在此穿城而過，形成咗獨特嘅城市景觀。重慶嘅歷史文化悠久，美食文化豐富多樣，係長江經濟帶上嘅璀璨明珠。武漢位於長江嘅中游，係長江與漢江嘅交匯處，素有九省通衢之稱。武漢係中國內陸最大嘅水陸空交通樞紐之一，亦都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。呢度人民匯水，科教發達，係長江經濟帶上嘅核心城市。南京係長江下游嘅重要城市，歷史悠久，文化底蘊深厚。長江在此與秦淮河交匯，形成咗獨特嘅江南水鄉風光。南京係中國四大古都之一，擁有豐富嘅歷史遺跡同埋人文景觀。上海位於長江嘅入海口，係中國最大嘅經濟中心城市。長江在此與東海交匯，形成咗得天獨厚嘅地理位置。上海係國際化嘅大都市，經濟發達，文化多元，係長江經濟帶嘅龍頭城市。第四部分係長江嘅作用。水利發電。長江擁有豐富嘅水能資源，係建設大型水電站嘅理想之地，如三峽大壩咁。作為世界上最大嘅水電站之一，其裝機容量巨大，有效緩解咗中國能源緊張嘅局面，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咗強大嘅動力支援。長江嘅水力發電係一種清潔能源，減少咗對化石燃料嘅依賴，有助降低溫室氣體排放，對環境保護具有重要嘅意義。呢種可持續嘅能源利用方式符合咗綠色發展嘅理念。長江流域嘅水電站群構成咗中國重要嘅電力供應網絡，為沿江同周邊嘅地區提供咗穩定可靠嘅電力保障，促進咗區域經濟嘅繁榮同埋發展。航運之利。長江被譽為黃金水道，佢嘅航道寬闊，水深適中，適合大型船舶航行。長江幹線嘅航道係中國內河運輸嘅主動脈，承擔住大量貨物運輸嘅任務，係連接東西部經濟嘅重要樞紐帶。長江流域嘅航運業發展迅速，貨物運輸量逐年攀升，從上游到下游，各種嘅貨物例如煤炭、礦石、糧食等，都通過長江航道源源不斷咁樣運到各地，為區域經濟注入咗強勁嘅動力。長江沿岸分佈住多個嘅港口，例如上海港、南京港、武漢港等。呢啲嘅港口與國內外多個嘅港口建立咗廣泛嘅聯繫，形成咗便捷嘅航運網路。港口間嘅來往促進咗貿易嘅繁榮，推動咗經濟嘅全球化發展。灌溉與養殖。長江水源豐富，為沿江地區嘅農田灌溉提供咗有利條件。通過科學嘅灌溉系統，長江流域嘅農田得以保持高產穩產，為國家嘅糧食安全作出咗重要嘅貢獻。長江流域嘅水質優良，適合進行水產養殖。近年嚟，隨住養殖技術嘅不斷進步，長江流域嘅水產養殖業發展迅速，成為當地農民增加收入嘅重要管道。長江擁有豐富嘅漁業資源，包括多種嘅珍稀魚類。合理嘅漁業開發同保護措施，不僅保障咗漁業資源嘅可持續利用，亦都為沿江地區嘅經濟發展增添咗活力。第五部分係保護長江。環保意識。長江作為中國第一大河，佢嘅水資源對全國經濟與民生至關重要。珍惜水資源，從點滴做起，係保護長江嘅首要任務。
我哋需提高用水嘅效率，減少浪費，確保每一個寶貴嘅資源得以延續。工業排放、農業污染同生活垃圾係長江污染嘅主要來源。通過嚴格執行環保法規，監督企業達標排放，同時宣導綠色生活方式，可以有效咁樣減少長江污染，保護水質安全。長江棲息住多種嘅珍稀水生生物，保護呢啲生物就係保護長江生態系統嘅穩定性。我哋應該加強生物多樣性嘅保護，為佢哋創造適宜嘅生存環境。我們的行動。節約用水，人人有責。從日常生活做起，例如關緊水龍頭、合理使用洗衣機、洗碗機等等，共同節約寶貴嘅水資源。參加保護長江嘅志願活動，例如清理河岸嘅垃圾、宣傳環保知識等等，係我哋作為公民應盡嘅責任。通過呢啲嘅活動，我哋可以為長江保護事業貢獻自己嘅力量。垃圾分類係保護環境、減少污染嘅有效手段。我哋應該積極響應垃圾分類嘅號召，將垃圾正確咁樣分類投放，為長江環境保護作出一分力。植樹造林能夠保持水土、改善環境，我哋應該積極咁樣參與植樹活動，為長江沿岸增添綠色，提升生態嘅環境質量。分享完畢，謝謝觀看。再見。